你有沒有發現，孩子一上中學，中文就崩，很多家長都語課文太長啦，字太多啦，太難啦。但真的是因為難嗎？其實不是，真正的原因不是難度增加，而是學習任務換了層級。中學語文不再只是語言知識，而是思想建構的開始。幼稚園孩子在學語感，語言是聲音，是節奏，是感覺世界的方式。小學學的是寓意，語言是工具，能描述世界，組合意義。到了中學，學的其實是語心，語言是思考的鏡子，是人格與價值的容器。所以這個階段的語文學習不只是認字、造句、背詞語，而是要讓學生學會用語言看人、看自己、看世界。為什麼要讀風箏？為什麼要讀一件小事？為什麼要讀愛蓮說？這些課文表面上在講故事，其實都在教人怎麼反省、怎麼分寸、怎麼守住清白。中學語文的真正任務是幫學生建立三樣東西：一是結構思維，讓他看懂事物變化的邏輯；二是人性覺察，從文本學做人；三是價值統合，從理解到抉擇，從閱讀到立場。所以孩子的成績掉不是他笨，而是他還沒升級到中學階段的思維模式。分數下跌只是表面，真正的斷層發生在思維層。中學語文看文章、學古文是為了學做人，不是背詞義；是建結構，不是追分數，是學會思考。那我們該怎麼教？怎麼學？如果中學語文的本質是思想建構，那學習的方法就不能再停留在背答案這一層。我教學生的時候，會帶他們走3個步驟，讓他們重新學會怎麼學。一、結構層，先看整體，搭骨架。任何一篇文章，別急住找答案，先看全貌，問自己這篇文章的結構是什麼？是起、承、轉，還是事件、衝突、反省、話？一旦能畫出文章的骨架，學生就能看出思考的脈絡。結構就是語文的骨頭。二、價值層，找轉折，看人性。當學生看到故事的變化點，就要問：這個轉折代表什麼選擇？魯迅在一件小事裏的轉折，是從冷漠到覺醒；舒婷在那火星之下裏的轉折，是從自滿到反省。甚至日常生活也一樣，同學吵架，有人道歉，有人冷漠，那個瞬間就是價值觀在動。學會找轉折，才能讀出一篇文章的靈魂。這一步訓練的是價值辨識力。三、內化層，悟價值，閱出來。最後要讓學生用自己的話說出這篇文章教會了我什麼。真正的理解不在筆記裏，而在你能不能閱出來。這一步訓練的是思考輸出力。AI 可以生成知識，但它取代不了這3件事：看整體、找轉折、悟價值。這就是中學語文最該教的結構化學習。學語文的終點不是會背，而是會表達。學會結構化思考的學生，不只是考得好，而是活得明白。我是 Future Learning Lab 教育，不是輸入答案，是打開世界。